讲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千斤力唔达一两地，这个意思是粗勇有力，这是优点。伊啊，毋过呢，有时较需这个智慧效用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有3种星座的人上巧，其中双子座的人智商真悬，头壳真灵活，伊介意真诚的人。那射手座的人呢，热情奔放，伊智商真悬，生活态度真乐观。伊若拄着挫折还是失败，会用智慧去解决，袂遐简单就互人骗去。那天蝎座的人，伫别人的眼中，伊哩无啥爱讲话，又搁冷淡，所以讲感觉上呢，较阴天，心机真重。也毋过你熟悉了后，你就发现讲无共款，伊对朋友真大方、真热情，面对困难会用智慧去解决。今日讲的俗语是千斤力唔达一两地。